頓一下，老老實實打工開鋪供樓炒股票，一世勤勤懇懇，冇亂投資冇亂折騰，但係隔幾年就會冇端端虧錢，月供冇端加鋪頭利潤被入，股票帳戶無故縮水，講白啲就係白白替美國經濟孭飛。呢個唔係運氣差，更加唔係玄學，係過去42年700幾萬香港人通通走唔甩嘅制度宿命。2026年8月10號，香港金融圈爆出一件劃時代大事，直接終結咗40幾年嘅行業沉默同禁忌。香港證券及期貨從業員協會呢個扎根香港金融、獲特區政府官方認可、份量極重嘅頂級行業團體，純白紙黑字遞交意見書，公開要求檢討沿用至今嘅聯繫匯率制度，提議放棄單一美元掛鈎，改用一籃子國際外幣加黃金嘅全新掛鈎模式。消息一出，成個財經圈即刻炸晒，各大投行、券商資管連夜復盤推演，但係普羅大眾就一頭霧水，好多人都唔明，穩足40年嘅匯率制度，無端端點解要改？呢個看似高深嘅金融改革，同我哋普通人嘅存款、樓市、強積金、生意盈虧，究竟有幾大關係？最吊詭嘅係香港經濟先至啱啱走出低谷，穩步回暖，點解偏偏揀呢個時間？打破呢個40年無人敢碰嘅金融潛規則。平時唔睇財經新聞嘅朋友，大概率係第一次聽聞呢單重磅新聞，完全唔清楚呢件事嘅含金量同顛覆性，更加唔明白佢點解可以搞動香港乃至成個華人金融圈嘅神經。今日我哋唔講晦澀嘅金融術語，唔講空洞嘅理論套話，扎扎實實將呢件事嘅來龍去脈、底層痛點、未來走勢，一次性拆解到最透徹。首先一定要釐清一個重點，今次出聲嘅絕對唔係網上博眼球嘅 Q 流，亦都唔係隨口吐槽嘅普通從業者，係貨真價實嘅官方權威行業機構——香港證券及期貨從業員協會。2002年正式註冊成立40幾年，時深度參與香港財政政策、貨幣制度、股市規則嘅制定同優化，覆蓋證券、期貨投行、資產管理全產業鏈，係特區政府最認可嘅金融行業代表。入行門檻極高，業界話語權極強，每一份公開建言都具備極高嘅參考價值同行業代表性。喺呢件事之前，全年事匯率制度就係香港金融圈嘅絕對紅線，係所有人默認嘅金融穩定基石。足足42年，冇人敢質疑，冇人敢討論，冇人敢公開提議改革，早已變成圈內碰都唔敢碰嘅禁忌。而今次權威機構主動破壁，直接戳穿單一美元掛鈎嘅致命短板，等於將香港40幾年隱藏喺安穩表象之下嘅金融頑疾徹底擺上台面。落嚟，我哋就逐層拆解呢個令全港市民被動買單42年嘅制度，究竟藏住幾多民生痛點？經歷過幾多隱形危機，踩中咗點樣嘅全球大勢，仲有未來3條清晰嘅發展路線，會點樣影響每一個香港人嘅資產同生活？好多香港人一世都諗唔透，香港經濟明明有自己嘅週期，樓市漲跌、股市冷暖、市民生計同美國經濟根本扯唔上關係，點解偏偏要死？跟美聯儲嘅貨幣政策，答案好簡單，就係被聯繫匯率制度嘅底層邏輯死死鎖死。呢個亦都係40年來香港最無解、最令人無奈嘅核心民生痛點。時間翻去1983年，讀完談頭嗰意思嘅電子，當時香港前途未卜，人心浮動，港元只有浮動匯率徹底失控，短短幾個月大幅貶值，知道市面瘋狂搶購醫用品，樓市暴跌，銀行層也，成個金融體系瀕臨崩盤。為咗穩住市場信心，守住金融基本盤，當時嘅港英政府緊急推出聯繫匯率制度。鎖定10點磅元對1美元嘅核心匯率，後續微調為10點75至115嘅波動區間。通俗啲講，就將美元當成港元嘅信用擔保人，港元嘅發行基礎完全綁定美元儲備。呢套制度喺當年絕對係救命良藥，成功穩住匯率，穩住資產價格，平息市場恐慌，幫香港撐過咗最黑暗嘅金融動盪期。但天下從來冇免費嘅午餐，所有安穩都有代價。香港為咗換取40幾年嘅匯率穩定，直接拱手送咗自己嘅貨幣主權同利率自主權，一送就係42年。對於普通經濟體嚟講，經濟低迷就可以降息刺激消費，幫扶企業；經濟過熱就可以加息，壓制通脹，預防泡沫。貨幣政策永遠服務本地民生同實體經濟，但香港完全唔一樣。我哋嘅利率調整從來都唔睇本地通脹、就業數據、企業死活。只睇美聯儲面息，美聯儲加息，輸出被動金風加息，哪怕本地經濟蕭條，
小點倒閉潮湧現，市民供樓壓力爆罵。美聯儲降息，香港都有被動跟風降息，哪怕本地樓市過日，通脹交期，資產泡沫泛濫，種完全錯位、本末倒置嘅制度設計，製造咗無數香港人嘅生活困境，亦都係今次行業議會重點點名批判嘅核心弊病。40幾年嚟，無數市民同中小商戶都係默默為呢個制度缺陷埋單。最令人無奈嘅係，呢個畸形制度帶嚟嘅傷害，從來都唔係虛無縹緲嘅宏觀風險，而係滲透喺香港人柴米油鹽、供樓經商入面嘅真實痛點。從每一次美聯儲加息週期，都等於香港普通人嘅一場盜劫。稍為有印象嘅街坊都記得，前幾年美聯儲開啟激進加息模式，全球美元瘋狂回流，美國香港完全冇招架之力，中自能被動同步加息。短短1年時間，全港各大銀行統一上調硬格利率啲同企業貸款利息，普通供樓家庭每月月供直接飆升幾千甚至上萬，原本輕鬆可控嘅房貸瞬間變成壓垮中產嘅重擔。好多中產家庭原本收支平衡、生活安穩，就因為美國一紙加息通知，被動增加巨額還款壓力，唯有壓縮日常開支、暫停儲蓄規劃，生活質素直線下跌。普通市民、中小商戶嘅處境更加慘烈。香港街邊鋪、餐飲店、貿易公司、初創企業，大多靠銀行貸款周轉。維新加息之後，期入融資成本暴漲，原本微薄嘅利潤直接被榨乾，好多部分生意硬生生被交硬利息拖到虧本結業。最離譜嘅係當時香港本地經濟本身增長乏力、消費低迷、市場冷清，實體經濟根本承受唔起高利率。按照正常經濟邏輯，理應降息減負、放水托市扶持中小企生存。但受制於聯匯制度嘅捆綁，香港完全冇自主調控嘅權利，只能無視本地經濟困境，硬住頭皮近美國加息，等於美國經濟過熱，偏偏要香港市民同商家一齊捱刀。東亞銀行高層之前都公開吐槽，香港本地經濟已經低迷到冇任何加息空間。銀行根本唔想加息，但制度受限，只能被動跟風。呢種無奈係所有意嚟人食嘅共識，亦都係普羅大眾最深嘅無力感。40幾年嚟，香港貨幣政策永遠優先遷就美元週期，本地民生實體經濟、中小企生存永遠排最後。呢個就係香港金融最根深蒂固嘅民生頑疾。好多人被42年嘅平穩表象蒙蔽雙眼，誤以為聯匯制度穩如泰山零風險，只要外匯儲備夠多就可以高枕無憂。但真相好殘酷，呢套制度嘅隱形危機早已數次逼近崩盤臨界點。只係絕大部分普通人完全察覺唔到，好多人唔知香港看似風平浪靜嘅金融環境，其實經歷過2場足以顛覆市場嘅隱形金融風暴，每一次都驚心動魄，最後可以平安過關，純粹靠海量外匯儲備同中央兜底，仲有極大嘅運氣成分。第一場高危機發生喺2011年末，當時美聯儲開啟加息週期，全球美元大規模回流，香港資金持續外流，銀行體系結餘由原本3,000億港元嘅充裕水平，暴跌至1000億以下，市場流動性極度枯竭。海外學者連同高校團隊，透過港元期貨交易數據建模測算，當時聯匯制度可以維持運作嘅概率剩返50%。換句話講，當年香港金融體系有一半機會直接崩盤。當時市面看似平靜，冇擠兌、冇暴跌、冇恐慌性拋售，但私底下金融機招資深交易員已經喺度瘋狂博弈。一場冇硝煙嘅金融攻防戰早已打響，普通市民完全被蒙在鼓裏，根本唔知自己嘅資產正處於極度危險嘅境地。第2場隱形危機喺2025年5至7月爆發，同2011年嘅資金外流截然相反。呢次係美元走弱，內地資金大舉南下湧入香港，台冷一前瘋狂扭肉，只知將港元匯率推到長方兌換保證上限，按照聯匯之道規走。金管局自能被動高港元賣微元，長城壓制港元升值。好多人以為貨幣升值係好事，代表港幣更值錢。但對於綁定美元嘅聯繫匯率制度嚟講，單邊升值同單邊貶值同樣致命。無序嘅資金湧入，會徹底打亂金融市場定價體系，衝擊股市、樓市同匯率嘅整體穩定。一冷一熱一進一出2次極端波動，徹底撕開咗聯匯制度嘅虛假安穩。證明42年零故障嘅平穩紀錄根本唔係制度本身完美，主要係靠海量儲備、中央扶持、絕佳運氣3重加持先至勉強維持。有異能使做過精準概率測算，金融市場每年都存在制度崩盤嘅潛在風險。
連續42年平穩運行嘅概率僅得1/3。講得直白啲，香港可以安穩到今日，真係運氣爆棚，絕對唔係制度無懈可擊。將700幾萬香港人嘅資產安全、成個城市嘅金融穩定，全部寄託喺運氣同外部兜底之上，諗下都令人背脊發涼。好多街坊心入面一直有個疑問，點解偏偏係2026年8月，權威機構先夠膽公開提出檢討改革？都幾十年，經濟動盪、樓市大跌、就業低迷嘅時候，點解冇人夠膽出聲？其實呢個時間點絕對唔係臨時起意，反而係最清醒、最專業嘅黃金窗口期。懂金融嘅人都明白一個道理：測試經濟繁榮期先係結構性改革嘅最佳時機。市場向好、經濟回暖嘅時候，改革風險最低，社會阻力最少。如果喺經濟低迷、資產縮水、人心惶惶嘅年份，但凡有人提出修改年匯制度，市場第一時間就會解讀成政府救市金融爆雷嘅信號，即刻引發全民恐慌，資金出逃，資產瘋狂拋售，原本穩定嘅市場瞬間就會崩盤，同冇人夠膽承擔呢個毀滅性後果。但2026年嘅香港完全具備咗公開討論改革嘅底氣，本地經濟徹底走出多年調整低谷。2025年第四季度本地生產總值創下近年最快增速，全年經濟實現正增長，係4年以嚟第一次全年正向復甦。樓市企穩，股市回暖，市場信心逐步收復，整體金融環境穩定安全。喺呢種良性氛圍之下，公開討論貨幣制度利弊，探討改革方向，唔會引發市場恐慌。市民同商家都可以理性看待，唔會出現非理性踩踏。更關鍵嘅係今次提議絕對唔係香港本地單方面嘅突發動作，投是精準踩中咗一粒全球去微元化黃金儲備多元化嘅超級大勢，係順勢而為，絕非盲目炒作。2026年全球央行嘅動作已經講明一切。世界黃金協會權威數據顯示，全球89家參與儲備調查嘅央行，絕大部分計劃未來1年持續增持黃金辦濕失事嘅央行，明確會喺5年內減持美元資優化儲備結構。近年全球央行淨買入黃金188.9噸，同比增值60億規模。歐洲央行更加直接官宣，黃金已經取代美債，成為各國央行持有規模最大嘅儲備資產。呢個係1996年以嚟首次出現嘅是歷史性轉變。放眼全球，泰國、歐洲、中東等各大經濟體，通通都喺減持美元、囤積黃金，拼命擺脫單一美元體系嘅捆綁，規避美元單邊波動帶嚟嘅系統性風險。香港今次主動提出檢討制度，本質上就係跟上全球貨幣體系重構嘅浪潮，唔再死守呢套早已落後時代嘅單一掛鈎模式。仲有一個絕大多數人忽略嘅核心痛點，40年一成不變嘅聯匯制度，正在慢慢消磨香港嘅國際金融競爭力。面對新加坡、中東新興金融中心嘅強勢崛起，香港傳統嘅金融優勢正喺度持續縮水。好多人誤以為香港嘅核心競爭力係匯率穩定，到新時代嘅金融競爭根本唔係咁簡單，而係比拼市場靈活度、風險對沖能力、全球多元適配能力。僵化嘅聯匯制度，恰恰係香港最大嘅短板。新加坡可以快速崛起，超越一眾老牌金融中心，核心就係採用一籃子貨幣掛鈎模式，匯率機制靈活多變，可以有效對沖單一貨幣波動風險，適配全球多元化嘅貿易同投資體系。無論美元大漲大跌，美債出現危機，新加坡金融資產都有充足嘅緩衝空間，穩定性同靈活性遠超香港。反觀香港40年一成不變，完全捆綁美元體系，各政策變動，微軟漲跌美債為雞，都會毫無緩衝地直接傳導到香港，衝擊股市、樓市、匯市同實體經濟，完全無容錯空間。農家、中東金融中心可縮崛起。新加坡大力發力，離岸金融東南亞資本市場日趨成熟。香港作為內地同全球資本橋梁嘅核心地位，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如果繼續死守舊制度，拒絕優化升級香港金融體系，只會越嚟越僵化，抗風險能力持續弱化，對外資嘅吸引力不斷下降，最終慢慢丟失來之不易嘅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今次證券從業協會發布意見書，表面係討論貨幣之鬥改革，實質係香港金融業界嘅自救行動，目的就係通過優化貨幣掛鈎機制，打造一套更靈活、更穩健、更多元嘅金融體系，同屬競爭優勢，守住香港連接內地與全球資本嘅核心樞紐地位。而且成套改革方案極度理性務實，絕對唔係網上亂傳嘅，即刻取消美元掛鈎，
只係提議成立獨立專家委員會同性研究一籃子外幣加黃金嘅全新掛鈎模式，循序漸進迭代優化，唔激進唔冒險，最大限度兼顧金融穩定同藏先花賺。拆解完底層痛點同時代大勢，大家最關心嘅肯定係未來走勢。港元匯率以後會點變？普通人嘅存款、樓市、股票、強積金會受咩影響？普通市民同投資者應該點配置資產避險揾機會？結合金管局官方立場、全球金融大勢、香港本地同內地嘅配套政策，目前市場公認有3條清晰可落地、可參考嘅發展路線，覆蓋短期、中期、長期，每一條都直接影響香港人嘅錢袋子同未來生活。第一條就係 ASLEX， 短期1至2年維持現狀，呢個係目前概率最高、幾乎板上釘釘嘅走勢。金管局多年嚟立場一貫堅定，反覆強調，年利匯率係香港金融穩定嘅核心根基，絕對唔會輕易改動。再加香港外匯儲備實力極其雄厚，2026年上半年外匯基金投資收入已經高達347億港元，儲備規模遠超貨幣發行最低要求嘅2倍以上，家底足夠厚，完全可以抵禦短期市場波動，冇任何被動改革嘅外部壓力。未來1-2年，香港會維持7.75至7.85嘅美元掛鈎區間不變，市場利率依舊跟隨美聯儲週期調整。港股樓市嘅核心影響因素仍然係內地經濟走勢同美國貨幣政策，唯一嘅變化就係貨幣機構改革，從此唔再係金融禁忌。官方學界業界會持續開展小規模研究同討論，市場會長期存在改革預期。呢種溫和嘅不確定性會成為全新嘅資產價格影響變量，唔會引發劇烈市場震盪，但會徹底改變香港資產嘅投資邏輯。第二條路線係中期3至5年推行多元掛鈎改革，呢個係今次協會主推嘅核心方案，亦都係最貼合全球去美元大勢嘅優化方向。通俗啲講就係徹底告別單一美元捆綁模式，改用美元、歐元、人民幣等主流國際貨幣，疊加黃金組成一籃子掛鈎體系，爵士相當於將過去單一擔保、人擔晒所有風險嘅模式，改成多方共同擔保風險分散嘅穩健模式，大幅降低美元單邊波動帶嚟嘅系統性風險。呢套方案絕對唔係憑空想像，香港早已提前佈局迎戰配套。2016年，香港黃尖中央清算結算系統就正式落地營運，多年嚟持續搭建黃金金融生態圈，為黃金納入貨幣掛鈎體系鋪好慢路。與此同時，同樣土耳其好似直資內地相較香港人民幣業務資金加碼齊，我就擴容量啲黃金交割渠道，豐富人民幣計價金融產品，全方位為香港貨幣多樣化解決保揸後行。原文呢條路線都存在一定風險。中美地緣政治博弈持續拉齊，香港主動消化美元掛鈎提示，後容易被國際市場過度解讀，引發短期跨境資金波動，同時一些定置。因此方案落地一定會循序漸進層層緩衝，絕對唔會一蹴而就。一旦多元掛鈎模式正式落地，港元匯率波動會大幅收窄，唔再被動被美元週期綁架。香港本地實體經濟、中小商戶、普通市民，終於唔使再為美國經濟嘅漲跌埋單。香港金融體系嘅自主穩定性同抗風險能力會得到質嘅提升。3條就係 ASIC， 長期10年以上靠攏人民幣體系 ASIC， 呢個係業內公認嘅遠期終極路線，亦都係貼合人民幣國際化大勢嘅必然方向。但目前暫時唔具備落地條件。呢個方案嘅核心前提係人民幣實現完全自由兌換，跨境結算規模趕超美元離岸，人民幣市場深度足夠支撐香港貨幣體系運行。而家人民幣國際化正穩步推進，內地持續加大同香港嘅貨幣互換額度，增發人民幣計價債券，依託大灣區推進兩地金融一體化。所有佈局都係為遠期港元貨幣協作鋪路。就算未來正式靠攏人民幣體系，港元都唔會直接取消，唔會自由浮動，最大概率係大幅提升人民幣喺一籃子掛鈎貨幣入面嘅權重，實現港元同人民幣嘅深度聯動。長遠嚟睇，種模式可以令香港貨幣政策徹底貼合內地經濟週期，擺脫美國經濟嘅捆綁，讓香港金融真正服務本地民生、實體經濟同大灣區發展，徹底根治40年嚟制度錯位嘅核心痛點。好多人日日糾結制度，短期改唔改變唔變，但對於普通香港市民同投資者嚟講，今次事件最大嘅價值根本唔係短期政策變動，而係撻食維持咗42年嘅金融禁忌，佢徹底打破。呢個先係真正嘅劃時代變革。
喺過去40年，聯匯制度係不容質疑、不容討論、不容觸碰嘅鐵律糖綁制。所有香港人只能被動接受規制，被動為知足缺陷埋單，完全冇話語權。但而家頂級權威行業機構主動破壁，將貨幣制度階級擺上公眾辯論、官方研討學界研究嘅台面。未來幾年呢套沿用42年嘅老舊制度會持續被審視、被優化、被迭代，市場會持續為呢種制度不確定性定價，隨之誕生大量全新嘅資產配置、機會同風險對沖邏輯。以前大家買港股、買香港樓市配置港元資產，淨係需要睇中美經濟走勢。以後必須疊加貨幣制度改革嘅長期預期，單一資產躺贏嘅時代徹底結束，多元化佈局。對沖匯率、利率風險會成為香港資產配置嘅核心玩法。無論未來3條路線最終走向邊一個港元貨幣主權嘅覺醒，已經係不可逆嘅大趨勢。40年被美元牢牢拿捏嘅被動局面，正喺度悄悄改寫回望。香港聯匯制度42年嘅風雨歷程，1983年臨危救世，穩住崩盤嘅金融市場，重食一及十8年。被靠中央全力鬥啲積退國自炒家守住香港金融底線。2011年、2025年兩次頂住人情危機，平穩度過極端市場波動。不可否認，制度確實為香港嘅經濟繁榮、金融穩定立下過汗馬功勞。但時代早已翻天覆地，當年拯救香港於危難嘅救命良方，而家已經變成束縛金融發展、拖累民生經濟、綁架本地利率嘅沉重枷鎖。全球去美元化浪潮席捲全球。人民幣國際化穩步提速，區域金融競爭愈演愈烈。單一美元掛鈎嘅老舊制度都已適配唔到新時代嘅香港經濟，解決唔到日積月累嘅民生痛點，更加撐唔起香港未來嘅金融競爭格局。今日嘅香港都已唔係40年前風雨飄搖，需要依附美元體系先至可以生存嘅小城。我哋背靠強大祖國坐擁雄厚外匯儲備、完善嘅金融基建、廣闊嘅大灣區發展空間。絕對有地次，有能力擁有一套更自主、更穩健、更多元、更貼合本地民生嘅貨幣體系。咁最後我想問，一套穩足45年嘅金融制度，雖然漏洞百出，長年令香港市民被動埋單，但亦都數次守住香港金融命脈，抵禦無數風浪。有人求穩怕亂，不願輕易解凍真機製造；有人求變進取，希望打破枷鎖，擁抱新機遇。住喺穩與變嘅激烈博弈之下，喺全球去美元化同人民幣國際化嘅時代大勢之中，你覺得香港應該死守舊制度求安穩，還是主動改革擁抱多元金融新體系？對此你怎麼看？中意深度組拆解，想持續跟進香港金融變局、資產配置乾貨嘅朋友，於食即刻點讚、關注、訂閱我頻道。最後說，我會第一時間拆解貨幣改革最新動向、樓市股市避險技巧、普通人資產保值策略。唔好錯過影響全港人錢袋子嘅關鍵金融趨勢。